各位親愛嘅朋友，喺古老以色列嘅列王紀下，隱藏咗一個深邃嘅智慧，關於我哋對上帝嘅熱情同委身。有時，我哋以為夠了，但原來，上帝期待嘅，遠遠超乎我哋嘅想象。當時，先知以利沙將要離世，約阿斯王前嚟探望。以利沙吩咐王用箭擊打地面，象徵戰勝敵人。但可惜，王只係擊打了3次就停咗。先知以利沙為此大大發怒，因為王嘅心，並唔係完全專注，並無徹底嘅渴慕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喺上帝面前嘅渴望同行動，應該係徹底同毫無保留嘅，唔好輕易放棄。正如列王紀下13章19節清晰咁教導我哋，你應當擊打5、6次。上帝嘅愛，敦促我哋對他嘅信靠同追求，要用盡全力，毫無保留。願我哋都能以最真摯嘅心，回應這份永恆嘅愛。